穿古装表演，穿古装表演，学的像那个蜈蚣镇的八仙阁，八仙阁，穿古装的，还有合照呢，还有那张是那前面的，很有创意啊。这谁想出来的啊？很有创意啊！这是谁创造出来的？哎呀，看不看看啊？走着拍啊，画面会不稳定，会有晃动，模糊不清楚。看前面那蜈蚣的那个两根须，欢乐气，传播欢乐气氛就好了。很有创意啊！海基的时候就开在前方了。坐了8位了，8个位置了啊！